以下係李靜儀議員、梁孫旭議員、林明偉議員以及本人嘅聯合表決聲明，為便利澳門居民到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生活嘅政策目標，是次嘅法案係建議將澳門居民喺深合區居住、工作或就讀嘅情況計入雙層社保範圍嘅在澳日數當中。同時建議將申請社保制度疾病津貼所需嘅醫生證明文件嘅認受範圍擴大等，並對制度嘅執行引入一啲優化。對此我哋表示認同。與此同時，我哋更為關注嘅係社保以及央積金制度未來嘅進一步完善，更好咁樣落實雙層式社會保障制度，協助居民做好退休準備。一方面係期望當局持續完善養老金、失業津貼等各項給付嘅調整機制，重點研究目前長者生活壓力以及養老金等長者給付嘅水平嘅合理性，適時調整金額，以助長者有更佳嘅保障。另一方面，當局近期公布檢視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現況及發展研究，研究團隊指出，暫時係適宜維持非強制參與。我哋期望當局仍需以強制性央積金為最終目標，並維持推動非強制性央積金制度嘅優化，研究更加多激勵措施，鼓勵更多嘅個人、企業以及僱員參與，尤其係加強與大型企業等具條件嘅僱主協作，推動增加合適嘅央積金投資產品選擇，多方協作強化退休保障體系。多謝。